是我画一个你，我来画一个你好不好？好，利用一下。对，刘海，对，刘海。纯色用你最喜欢的，好吗？然后你的裤子下面有小蕾丝，就是我帮你画小蕾丝，好不好？很长吗？对，耶，你喜欢吗？好，那我可以在上面签你的名字。然后它的肚子很圆很大，然后就可以你会画的东西更多很多哦。我跟你讲，三角形有分很多种，有等边三角形，就是两边一样长的，画一个三角形。啊，是不是变三？变星星了！没想到可以这样变星星，对不对？来，投篮！哇！那该你了。抓住！该你了，该你抓住！抓住！啊！抓住，没关系。真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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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包！呵呵。它里面有高丽菜，还有冬粉。你知道冬粉是什么做的吗？绿豆。今天学到这东西吧？那你形容给我听，你觉得它怎么好吃？你说说看。我觉得味道。对，这就是形容。像抱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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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，然后就去抱你喜欢的人。还有爱的亲亲，你热吗？这些招都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啊，这些招都是我拿来对付我儿子的方式。然后他很喜欢，而且他3个都要，他要我做完所有的事情。我今天和他这样相处，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蛮愉快的。可是我会在那个相处的过程当中，发现他有些不自信的地方。好比他跟我分享他们家的人有几个，他说我们一共7个人，然后他们要看那个书，就是我在送他书的过程。但是他在回答我的时候，他有点支吾的，没有办法很自信的说出我们家这3个字。他是第2遍的时候，他才回答我们家有7个人。你可以感受得到，他对于家这个东西是很没有自信的，他是不肯定的。然后，因为他的确没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完整的家这样子。